有一个中将，甲即个以前的立法委员，罗志明迄个案例，伊是发展租金的，最后无做，毋是足严重的，那会无做，所以你会感觉讲，迄案我看无呢。你看无吼？我感觉可能证据无够，毋是讲伊无做即件代志，毋过这发展租金的吼，这案例愈来愈侪呢，你就看讲，可能有当时台湾有部分的人，甚至有部分伫军队的人，若是讲毋是为了上校签一个投降意愿书，讲叫我拍来，我就无爱拍，搁迄个相片，伊迄个意向书搁互大家看，讲迄张4万块啦，一个上校4万块甲买起来，我是感觉足严重，为什么这严重？敌我意识不清楚，上是敌人，上是朋友，分不清楚，就讲。两岸一家亲啊，对话是安怎啦，所以唔是敌人啊。你就松懈，就好宣传，然后收买，得过啊。那平安无代志是不要紧啦。若是讲中国有一天真正要拍过来，要安怎？有几个人安尼？是讲像迄个中配，是陆配，迄个时阵伊就变第5纵队，伫后壁甲你破坏，你要安怎？你要用什么方法来？像我直接问5分，你爱拍几分？我是袂用分数啦吼，因为伤主观啦。我是感觉，你若共谍案破获的吼，一定比搁还未破的人搁较少。冰山之一角，可能伫海水之下的冰山搁较愈侪。搁较愈侪要安怎？当然嘛用法律，当然嘛要强化大家敌我观念，当然嘛要强化大家咧爱台湾还是爱国的意识啊。较会使伊就毋敢做，伊讲甲我共款的人无济，我就唔敢做，因为可能军法审判。那大家拢共款，安尼就惨啊。安尼看起来，我就要请教杨老师吼。迄明明白白咧，即个指甲咧鼓吹讲，武力统一台湾的迄种看起来就知影讲就是戆的，才会出来讲嘛。未讲的就是下骹去组织去发展啦。这要安怎来理解？安怎来破白讲？先教授头点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啊，就是敌我意识的这问题啦。你若去看这届这赖总统伊发表这演说内底，你会注意到，伊先定义对方是虾米款的政权。伊讲这是咱的境外敌对势力嘛，先甲你讲做你是阮的敌人嘛。下骹伊再讲17项啦、几项啦，这再照伊的迄个合理性再讲出来嘛。问题是安尼，即马真侪人在观察咯。你讲这对方是境外敌对势力，你即句话讲出来以后，会安怎影响这两方的关系？尤其美国人安怎看？美国人会想讲，你大总统，你无代无志，你讲这条，你毋是 trouble maker， 你毋是要制造这弄法？今朝我川普即马代志要处理较济，你即马即甲出一堆，即摆嘛真正咧观察这个，看美国有啥物反应啊无？你知无？所以这是咱台湾人的一个悲哀啊！咱即摆这个处境，咱既然若是讲你是明确的是另外一个国家，我是中华民国的台湾共和国，拢袂要紧啦。咱是两个完全无共款的国家，你来渗透我，政府要采取一个较强硬的这行动，大家拢会支持啊。即摆就是敌我意识不清，大家两岸一家亲啦，对无？你讲要甲切断，要完全甲切断，你政府佫无即款决心啊？你讲即摆讲叫咱来赖总统的演说，讲叫咱大家去大陆爱注意啊！你看你若早去桃机场看卖，有几十团拢嘛都去大陆旅行啊，嘛是照行，对无？所以咱这。即摆这情势啊，咱这国际情势来讲，还是讲两岸的情势来讲，咱台湾无法度讲真强硬的，主张咱的这个主权，还是讲主张咱甲对方的这个对立的这情形。所以，虽然下骹真济法律的规定，都无法度做清楚。